激动，我们这两个人讲了转我。这次有电视台、网络，有我们乐剧院，有各个单位，还有好多媒体，那么组织这次会议很郑重的，我们心里非常高兴。为了我们乐剧，把我们乐剧再开上一层楼。那么，所以我的王伟这两个人呢，谢谢大家。那么这次呢，因为我已经93岁了，王伟88岁了。这里呢，我们不能上台跟大家见面了，因为我们身体现在还好，所以呢，9代同堂嘛。乐队9代同堂，我们老祖宗一定要出来祝贺的。那么，一方面是祝贺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想念观众，想看看观众，观众呢也想看看我们这两个人好不好？看起来还是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所以呢，这次我们很想唱一个。给大家听听，但是呢，也不走心啊，不是当年的，所以今天再唱了几句。但是我们呢，这次演出呢，不是1场2场，大概要演8场，不要9场了。那天天的谢幕已经不容易了，那么只要我们唱呢，那么确实有点压力。那么，所以领导人商量，从2区准备。一方面，录电影能唱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唱；唱不出来，我们放电影。请大家谅解啊！那么今天我们两个人老师啊，特别执着，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放一些录音。他觉得远道赶来的那么多的观众，必须要跟观众讲清楚老艺术家这种精神，我们觉得要向老艺术家们致敬。徐王老师讲这么几句，大家觉得够不够啊？大家想不想听徐王老师再给我们唱2句啊？那么我们就清唱了，姊妹啊。唱一段《红楼梦》吧。我们唱唱看啊。刚刚有请的，现在没有请，我们唱唱看。天上掉下林妹妹，手起用当成女子高大，我在他往深情水，唱出来这个情节的所谓。谢谢广大的观众，再向你们致敬。